大朋友同小朋友，大家好，今日福音嘅道理好深，講到有一日，有個法學士行到耶穌身邊，想試探耶穌，就問老師：我要做乜嘢先可以承受永生啊？耶穌問佢：係法律上寫咗啲乜？你又點樣去理解啊？法學士就咁答：要全心、全靈、全力、全意愛上主我嘅天主，又要愛近人如同自己。耶穌話：你答得啱，要照住做就必定得到生命。但佢想證明自己比人哋叻，就追問耶穌：咁邊個先至係我嘅近人呢？耶穌就講一個比喻，有個人由耶路撒冷去耶利哥，途中俾賊打劫，搶晒身上所有錢，仲俾賊人打到半死，丟喺路邊。啱啱有個司祭經過，見到佢就拐個彎走咗。又有個肋未人嚟到，見到亦都繞路而過。但有個撒瑪黎雅人行到，見到佢就動怒憐憫嘅心走埋去，替佢包紮傷口，搽咗藥油同酒，待乎佢上自己嘅驢仔，帶到客棧去照顧。到第二日，俾咗2個銀錢店主，話請你照顧佢，另外嘅開支摸返嚟會還俾你。你覺得呢3個人當中，邊個做咗係賊手上嗰個人嘅近人呢？法學士答：係嗰個對佢動咗憐憫嘅人。耶穌對佢講：你去照樣做。耶穌用慈善嘅撒瑪黎雅人呢個故事，教我哋乜嘢叫做真正嘅近人。唔係淨係問邊個算係我嘅近人，而係主動去做其他人嘅近人。司祭同肋未人識好多法律，但經過傷者時選擇繞路走。撒瑪黎雅人可能同傷者唔同種族、唔同信仰，但佢有憐憫嘅心，有行動，停低包紮傷口，送去治療，仲俾埋錢。耶穌要我哋唔只係好似法學士講愛，而係要將口講嘅愛變成實際嘅行動。睇到人有需要就伸手相助。大朋友同小朋友，當我哋遇到需要幫助嘅人嘅時候，會唔會選擇繞路？2，我哋可唔可以由細微地方開始，一句關心嘅說話，一次陪伴照顧，一次主動嘅幫手呢？3，今日我願意做邊一個人嘅近人呢？主耶穌，求你俾我哋一個憐憫嘅心，唔好冷冰冰，唔好只用眼去睇，要用行動去幫助。而係學慈善嘅撒瑪黎雅人咁，唔只有愛心，仲要有行動。請你俾我哋今日遇到有需要嘅人嘅時候，敢於停低、關心、問候、幫助，成為其他人嘅近人。阿們。